歡迎大家入嚟睇我呢條片。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個頻道嘅片，麻煩幫手撳個 like 啦，或者免費訂閱呢個頻道。假如你想支持我呢個頻道，可以用手機掃描呢個香港匯豐銀行轉數快嘅 QR code， 打賞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大家對我呢個頻道嘅支持。千葉屋企嘅廚房呢，就買咗2張地氈放喺地下。因為喺雪櫃攞食物出嚟啊，洗碗啊，喺微波爐攞食物出嚟啊，經常有水滴喺地面。千葉屋企嘅地板呢，就係深啡色嘅，咁好容易發現一啲垃圾啊同埋水漬印。滴咗喺廚房地面嘅水呢，如果唔即時抹呢，就會變成水漬，咁之後清潔呢，就好難清潔嘅。大家呢度會見到一啲水漬啦，因為佢乾咗之後呢，就比較難清潔，要大力捽先會清潔到。呢條片嘅主題呢，就同大家分享去買一幅 PVC 膠地氈呢，就冚住全個廚房嘅地面。咁又係去平時我得閒會去嘅家居用品鋪，睇下有啲咩膠地氈適合買返嚟鋪整個廚房嘅地面。呢啲膠地氈呢，就唔防水咯，所以就唔買呢啲。全個廚房嘅面積呢，大概係2.7米乘1.7米。咁如果買呢啲透明膠氈鋪全個廚房嘅地面呢，要成萬日圓。鋪透明膠氈呢，又有啲怪咯，好似唔係好夾啲顏色，都係決定唔買呢啲透明膠氈。咁再睇下隔籬呢，就有呢啲咁嘅奶白色 PVC 膠地氈。咁如果要買一幅2.7米乘1.7米嘅膠地氈呢，大概5000日圓就得啦。加上去防水啦，同埋奶白色啦，可以區分廚房同埋廳嘅位置。咁最後呢，就有叫家居用品鋪嘅職員幫手剪一幅啱尺寸嘅地氈啦，因為要職員寫返買咗幾大尺寸嘅地氈咯。咁自己呢，就抬住呢6-7公斤嘅地氈返屋企。咁首先呢，就要搬走廚房嗰個地櫃啦、雪櫃啦同埋其他雜物，跟住就要吸塵啦，跟住就用塊濕毛巾啦，就抹走晒之前嘅水漬印啦，之後再吸多一次塵。等個地板乾咗之後呢，就開始可以鋪嗰塊 PVC 膠地氈。咁大幅嘅 PVC 膠地氈都幾難搞。首先對齊右邊廚櫃嗰一邊咯，用自己對腳呢，就壓平嗰塊膠地氈，用把戒刀呢，就戒走每一邊多餘嘅膠地氈。搞咗大概2-3個鐘啦，就終於鋪好呢幅 PVC 膠地氈。之後就搬返個地櫃啦、雪櫃啦同埋其他雜物返原位。大家可以喺呢度睇下我鋪完嗰塊 PVC 膠地氈之後嘅廚房。咁嗰2塊地氈呢，就冚返喺原位咯。咁我只係用咗5000日圓買咗呢塊奶白色嘅 PVC 膠地氈。咁以後如果有水滴喺廚房嘅地板呢，就唔使即時清潔咯。只要時不時抹下嗰塊奶白色膠地氈啦，同埋喺嗰2塊地氈吸下塵。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個頻道嘅片，麻煩幫手撳個 like 啦，或者免費訂閱呢個頻道。假如你想支持我呢個頻道，可以用手機掃描呢個香港匯豐銀行轉數快嘅 QR code， 打賞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大家對我呢個頻道嘅支持。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看我嘅片，多謝大家。